穿緊個正大有跟游泳教練哦。好啦，大家為咗安全起見，大家記得要坐好啦，手腳唔好伸出船外啦。但要好好照顧你同行嘅小朋友。為了安全，請記住手腳不要伸出去，要坐好哦。然後當然就好好照顧你同行的小孩。那坐好我哋就出發噶啦。知唔知道右邊是什麼呀？係就係啦，你睇三間屋啊，你睇下幾大間屋，好多科學家都喺度做研究，不過唔知佢哋全部選晒去邊，可能全部去咗放啲 L 啦。我哋而家就係身處喺世界上最長嘅河流啊，有成4000里長，但大家不用擔心，因為我知道有一條小路哦。個好乾淨的噴水呀，它就隨時這樣噴水，是不是很可愛喲？哇，你看右邊，看右邊哦，哇，是三個係追哥哥啊，喺度衝緊兩個衝咗好多年涼噶啦，但係已經消失了很多年咯。哇，呢個咩嚟㗎？哦，呢個係爸爸，你嘅目的佢爬上嚟睇一睇先，騙你的啦，呃你㗎咋？呢度咪就係非洲大草原，這裡不就是非洲大草原呢？啊，你哋見到，你知唔知非洲大草原最多係啲咩啊？知不知道非洲大草原最多的是什麼呀 ？Elephant 啊，你說是啊？你話 elephant 草啊？你話係啊？答案咪就係草咯，答案就是草咯，草就是最多啦。啊，咁你知斑馬點分男女啊？知不知道斑馬怎樣分男女啊？我知道啊，就告訴你，其實就是男左女右，就係男左女右咯，很簡單咯。哇，你哋睇下，係大笨象啊，好兇猛嘅大笨象啊！哇，右邊仲有一隻，嗰隻係佢老婆嚟㗎啦，咁哦，一定是他的老婆來的啦，那麼兇。細佬啊，冇伸個頭出去啊，細佬小心啊！哇，河馬。河馬，哇！你這個放眼感覺就在非洲，你看看那麼可愛，哇哦！你睇下，哇！呢個咪就係我老爸石博士，這個不就是我的老鐵石博士？馬月信，佢哋好似好危險喎，我哋救唔救佢好啊？我們救不救他們啊？哎呀，我哋只唔想救啊，就看到了，你們都不想救他，哎，我就告訴他，我同佢講聲先，喂，石博士，你睇下呢度啊，冇人想救你啊，全部唔想救你咁嘅款啊，我哋走先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們先走咯，沒有人想救你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等下一班船吧，同佢講拜拜啦，拜拜石博士，拜拜。哇！兩個手指對住我哋笑啊，仲唔係友善嘅原住民，我哋同佢打聲招呼啦，一定是友善的原住民，可
眾過嚟舉手啊！有沒有人不見的？不見的就請你舉手啦！你為什麼舉手？你做乜舉手？你咪喺度咯，冇呃過啦坐翻好啊，坐好，坐翻好啊，細佬。細佬，弟弟坐好，好啦。咁咧話咁快咧，我哋咧3日2夜嘅旅程，我哋就要結束㗎啦。我真係好唔捨得你哋啊！我哋要返到啦，我哋要返到。跟他說再見咯，拜拜！佢追車就下水啦，拜拜！好啦，咁我哋要返碼頭啦，咁大家就記得要坐好手腳唔好伸咗船外。大家知道我們要回去，所以要坐好，手腳不要伸出去哦。坐好就好。你唔中意有冇記住呢？喜歡我的話就請記住我的名字是 Kiko， 不喜歡的話就忘記。